这诈骗的手出头是800款，即阵佫结合 AI， 互民众实在是真歹有防。去年咱台湾人向诈骗的金额就累积到88亿外。总统赖清德今日参加防诈骗的论坛，就提出5项作为，包含扫乌、下部会、下国，也佫有民间单位合作等等。我不相信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我信奉的是邪绝对不能够胜正。我们站在人民的一方，我们一定可以得到胜利。赖总统认为讲，这诈骗是社会上界大的问题，影响到人民的生活甲社会安定。而且这诈骗拢是规旁咧犯案，所以讲政府嘛应该成立指挥中心，甲各部会分工合作，而且嘛要甲民间，亲像是电信业者、电商，抑佫有网络游戏的业者来合作，才会当彻底阻挡诈骗。